由中電聯同 VTC 並夥拍仁濟醫院攜手推出同行零距離跨代共融計劃，由啟動禮揭開序幕，以一 App 串連每代人。Gen Z 學生同老友記組成跨代拍檔，一齊參與一系列實用有趣嘅工作坊。第一個工作坊樂齡智趣學堂，由學生帶領老友記走入數碼世界，教老友記點用中電 App， 由睇每日用電量、查帳單、賺獎賞，仲有超實用嘅防騙傍身術，等佢哋用電子產品用得更精明又輕鬆。後生仔仲教老友記 AI 點揾社區福利資訊同生成短片，一步步建立數碼信心。同時，老友記亦分享生活智慧，提醒學生適時數碼排毒。第二個工作坊樂齡活力專子，兩代人一齊動起來。學生為老友記測試肌力同平衡力，分享防跌技巧；而老友記就化身武林高手，教年輕人太極與養生之道。第三個工作坊樂齡營養秘笈，老友記化身養生導師，分享健康飲食同傳統食譜。學生就運用 AI 設計創新營養菜式，以電磁爐炮製2餸1湯加甜品，一齊探索安全環保嘅全電煮食體驗。大家食得滋味，亦學得開心。好好味啊！慳電其實唔難，用啱工具就做得到。好似慳電神器中電 App， 可以睇到每小時用電量，俾你慢慢調整習慣。我好支持呢個計劃，一家人一齊傾慳電，已經係好好嘅跨代溝通。呢個計劃咧好有意義，我哋可以傳承一啲元老級嘅生活智慧俾啲後生仔。我平時咧就好中意煲一啲養生嘅湯水嘅，咁可以同啲後生仔分享下，而佢哋咧又可以教下我啲老友記用 AI 去創作營養食譜，搞新意思啊嘛！參加咗幾次活動，我哋都覺得越嚟越有默契，同啲後生仔接觸得多，我都覺得自己後生咗嘅。活動氣氛係真係好好，咁大家都可以好快咁樣打成咗一片，可以一齊玩一齊試。老友記其實係都好有活力嘅。我原本咧以為中電淨係供電同埋教識我哋慳電，冇諗過佢哋會做呢啲跨代共用活動，我真係好感激。由相遇到同行，兩代人之間多咗理解同連結，年齡同科技唔再係距離，而係聯繫彼此嘅橋梁。未來我哋會繼續同大家一齊同行，攜手推動社區關愛共融。